是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他平常因为上班在外地，所以今天也有一些朋友他是回到我们南洋教会这个娘家来一起做礼拜啊。我们有看到少伦也是好久没有看到他哈我们欢迎大家啊，我们安静心来敬拜上帝请把手机调整的震动也是关起来我们安静心来敬拜上帝。来呀，咱来唱歌，学罗上主，
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是咱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434首，圣诗434首，主有恩典，大慈悲，请起立。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陪伴阮度过2023年新冠肺炎流感病毒的惊吓甲不安。伫2024年，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求天父帮助阮伫新的一年愈来愈兴旺，如同伫你园中被悉心栽培一样，无论是顺利，也是无愿意的事，拢会当连结伫我主基督，结出甘心乐意的好果子。我嘛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阮有时无顺服你的教导甲提醒，常常甲你的话当耳边风，总是用家己的方法自作主张。伫新的一年，求圣灵更新阮的心，挪走阮的骄傲甲无顺服，常常甲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刻伫脑海内，伫日常生活中活出好的生命见证，成做别人的祝福，来荣耀你的名。即时求你拍开阮心内的耳孔，听见你透过牧师对阮分享的信息，成做阮的智慧甲帮助。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才人谈心来启用，启用文第30篇诗，也就是诗篇121篇诗。启用文第30篇，也就是诗篇121篇。我来启，下这来引。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倒位来？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伊的保护者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应允在保护你，日时日头袂伤你。年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9节。显着我先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读第24节。所以听我这话，过实行的人，拢亲像聪明的人，甲厝起伫石盘顶，雨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厝嘛袂倒，因为起伫石盘顶。听我这话无实行的人，亲像戆人，甲厝起伫山顶，雨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厝就倒，搁倒甲真厉害。耶稣这话讲煞，群众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因为伊的教示真有权威，甲伊的经学教师无共款。我再用和合本国语来念第24节。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又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愿上帝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这时，教会青年团契要带咱来学习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信靠每一句应许。
一切水的歌声，诚做芳芳的切，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咱教会林耀信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聆听上帝的声音2》。将时间交给牧师。大家平安。真感谢青少年团个甲社青带咱来敬拜上帝。透过头拄所讲的咱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真正会通安尼学习凡事吞忍伫咱的所做的每一件代志顶面，有当时咱有经过着侪的代志是超过咱的所想，但是咱却欢喜伫遐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就要安尼得到上帝的引带甲带领来引带咱满过咱所拄着遮个艰难的事。咱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即个新年初二，主你搁一摆召集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伫你圣的主日，阮要搁一摆伫主你的面前来对你领受，对你来丰盛的恩典，以及你的话语来成做阮搁来阮的生活中的准绳。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对你的话语听见了后，阮会晓欢喜顺叹来跟对，来说义行。就阮要伫众人的面前，真正活出一个满有主你基督的香味，互侪人看见阮的性命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你。愿你听阮恳求的声，正你的心意伫阮每一人的心中。是阮束缚伫阮所有众兄弟的顶面，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咱伫咧昨咱有分享到即个聆听上帝的声音其中咱有分享到一寡上帝人讲话的方式，咱嘛有去分享到要安怎来伫遐来验证上帝声的方式。今仔日咱要继续来分享，就是咱要怎样来去听到上帝的声？咱伫咧世间充满了侪无共款的声音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有一个兄弟李建忠兄弟因为伊的破病的缘故，伊即马是完全听袂到。你要甲伊讲话，爱用声字甲伊沟通，但是伊有缘来做礼拜。伊才是标准听上帝的声因为伊伫遮做礼拜，伊完全听袂到，伊只有干那伫咧伊的心内甲上帝对话，伫咧迄个中间要安怎来去听见上帝的声？所以咱会通看见往往伫咱安尼迄个咱讲耳孔听会见，但是却无明白，目睭有看见。但是却安尼讲不晓得耳朵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眼睛是看见了却不晓得。上帝也许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但我们却没有听见。安尼咱要怎样来听到上帝的声？迄个会听见是讲会看见。咱认真讲，迄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因为伫咱的经言内面讲，能听的耳，能看的眼，二者都为耶和华所造。所以，什么叫做能听的耳？什么是能看的眼？就甲像咱头讲的，咱看，但事实上是看袂见；听，事实上听袂见。因为如果若毋是耶和华所造，迄个会听的耳孔，甲会看的目睭，咱就无法度真实去看到。就甲亲像当初时伫咧咱伫咧创世纪，上帝创造人类的时阵，人伫咧中间会通看见万物，但是食迄个分别善恶果
的果子了了，伊看见家己褪褪无穿衫，结果伊的熟灵的目睭煞来伫迄中间来安尼，咱讲合起来。所以迄个咱会通看见，甲迄个会通听见，这拢是上帝所赐，毋是因为咱有啥物款的本事，嘛无代表讲咱比别人较好，也无有啥物通夸口的。这拢是上帝的恩典，甲伊的施恩祝福。但上帝伊欢喜来，互每一个人会通听见伊的声音，因为伊是咱的牧者。问题是咱敢有安尼准备好势，咱家己来去听见迄个上帝伊的声音，佮要怎样来陪伴咱家己会通听见上帝的声？耶稣伊用一个比喻来教导咱，伊伫咧迄个比喻内面，伊讲有人安尼出去夜种，迄个种子安尼落伫咧4种的土里。伊讲有落伫咧即个路呢，路旁的有落在那个路旁的被飞鸟吃掉，有落在那个前土那个石头地的地方，因为没有根，根那个没有根就枯干了，那就被太阳晒干枯萎了。那或是说有那个落在荆棘里的，那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那又有的是落在那个好土的，就结出果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后面还加了一句话，叫做“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迄个一个人，耶稣伫咧即个安尼伫咧即个所在，伫咧即个经文内面，咱今仔日咱会用到真侪马太福音第13章的即个经段内容。耶稣伫咧迄中间，伊伫咧伊伫咧要解说即个比喻的进程，伊提起着有2种人。伊讲一种是迄个叫做听会见的。一种是迄个伊讲听会见，但是安怎讲无明白；佮看会见，但是却袂晓得。另外一种是迄个听会见、佮看会见的人，伊主要说伫遐讲，即个安尼的人是安怎？叫做因为安尼叫做伊是有福气的。所以耶稣伊就伫咧中间，伊来对门徒伫遐来安尼甲因讲，迄个会听见，甲迄个会看见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伊伫遐来门徒伫遐来解说，伊讲伊伫遐比喻，伊讲比喻中内底迄个种子是上帝的道。伫咧即4种的土地是人听到上帝的道了了，迄种无共款的迄个反应。种子虽然共款，但是听的方式无共，就会有无共的结果。第一种的人就是迄种的，伊听见、伊看见，伊确实无明白。第二种，第二种土地的人，落伫迄个第二种土地的人，是迄个伊听见了了，伊真欢喜，感觉讲这真好。但是因为伊无咱讲没有扎根伊结果因为伊无甲真实即个伊所听见的扎根下去，深深伫迄个中间来挖掘。结果伊伫遐安尼经过迄个患难，经过压迫的迄个考验了了，就伫迄中间来伫遐安尼咱讲打起。第3种的迄款的土地是伊也伫咧迄个第3种的土地，讲伫迄中间安尼迄种有荆棘被挤住。伊讲伫遐讲就是遐个人伊听见上帝道了了。因为有真侪而且有限，地数到伊无法度来结果，因为有许多的诱惑使它不能够结果，也只有第4种的土地，主耶稣说这样子的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迄个伊真正会用安尼真正听见的人，伊听见。佮明白，伊佮安怎，佮去遵行，来伫遐来安尼结果。所以耶稣伫遐来解说即个比喻结束了了，伊佮一届伫遐来提醒，伊伫遐提醒即个门徒，伊讲安怎，讲恁着爱留心听，佮爱细意怎样听。
他说：“你们要留心所听的，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也将用什么量来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后面又多了一个多给，那是什么意思？咱听见，但是你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听？意思到你听见了后，你心内用一个什么款的量器去量你所听见的，直到你所听见的经过你的转换了后，迄个听见到底是听有入去无？啊，听了对无？你变得真要紧。真侪时阵，咱听见啊，听到足侪代志，咱亲像讲咱尤其即摆咧过年咱大家人会伫遐安尼互相伫遐安尼互道恭喜。互道恭喜尤其咱有当时咱嘛会讲安尼过年吼，今仔日穿足水的吼，拢安尼。拢无变，阁比进前较少年，有无？咱听见咱尤其咱的姊妹听见心内真欢喜对无？但是你安怎听的？咱听了，咱就感觉真欢喜，安尼就好对无吼？甚至讲多谢哦，多谢你对我的学乐。但是咱听了，心内伫遐讲敢有影你阁加一句。咱家己看你安怎听，听了，你阁安怎落去改变？意思到你听了，你用一个无共款的判断去判断你所听见的。人原底本底可能是对你的一个称赞，一个学乐。经过你的转换了，你就改变，变做人是咧甲你口说，伫遐讲，哎哟，伊心内毋知安怎咧甲我想讲我安嘿讲。咱捌听过讲，迄有个人讲安尼已经食到迄落安尼60、70岁、70、80岁哎哟，你的面皮咱阁还阁足油的呢，若阁真正还阁遐油咱嘛爱足惊的呢。因为那个安尼爱说伊，不小心会变做咱伫咧电视内底看到迄款的物件。不管安怎讲，咱伫咧中间，咱到底你安怎听？这真要紧，留心听，搁爱说伊你怎样来听？因为你安怎听，搁你安怎用，你安怎去量，就会互你来带来一个无共款的迄个结果。若要听到真正听见上帝声，咱必须要伫迄中间除去咱心内侪遮的咱讲障碍。伫咱今仔读的即个咱头拄所分享的即4种的土地内面，头前即3种的土地是咱听上帝的声有可能造成咱安尼听到上帝的声的时阵，咱会去面对着的迄个障碍。所以，咱要来看这3种的土地。第一个就是落伫咧即个路边的即个土地。耶稣伫迄中间伫遐来形容，讲迄个落伫咧迄个路边的，就是听见上帝的道理了，却无明白的人。迄个撒旦随时将上帝的道来甲伊抢夺去，因为落伫咧路边，鸟马上就食掉去。上帝的道，啥物时落伫咧亲像安尼路边的人？就是迄个人，伊无想要听的时阵，当一个人伊无想要听的时阵，伊的耳孔就算讲是已经开，他的耳朵即使听到了，已经开了，他有听到，但是即使听到声音，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听到。真侪时阵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视而不见，另外一个叫什么？听而怎样？不闻，就是咧讲这个，听规半步，结果拢无听到。亲像有当时，咱咧做礼拜，咱的师会拢会伫咧礼拜上路尾伫遐报告，咱伊嘛拢照迄个报告内面的内容，甚至咱嘛有周报印出来。结果有当时甲咱会友提醒讲有啥物代志，有啥物代志，结果咧。
我哪会拢毋知？明明第一礼拜已经有讲酒无毛印，但是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直接的例子，迄个骄傲的人，往往无迄个，互人迄个骄傲，往往互人安尼无想要听见的，迄个主要的一个上重要的原因，无想要听，因为伊心内有侪伊家己的想法甲意见，别人所讲的拢毋是，拢无正确，只有家己的是上对。圣经讲安尼的人叫做啥物货？叫做印着景象的人。伊伫遐当耶和华对摩西讲，我看这个百姓看，因哪亲像这个民族的人，因那心硬固执，华语叫做印着景象，硬颔棍，不愿意低头。伫咧列王记下嘛同款有去记载着。因为以色列百姓伊无爱听上帝的话，然后他们却不听从，竟印着景象，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来形容安尼的人。亚利米先知伊嘛对以色列百姓底下来提醒讲安那，伊讲你们当听啊，当侧耳听，不可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吩咐了。咱就会通知影讲，迄个骄傲就是将咱家己放伫咧迄个上帝的顶面。这是咱今仔日有当时咱伫遐安尼，那亲像讲，咱有空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外貌，但是咱却内心并无真实迄个安尼顺探上帝。咱高估咱家己，将骄傲放伫咱家己，将咱家己来放伫咧上帝顶面。迄个骄傲就紧紧的抓住我们自己的权利，紧紧的抓住我们自己的意念，各样的我们包括我们做事情的各样的方式。就算讲你有迄个安尼听见上帝话，但是家己的意见更较要紧。所以地书到上帝讲话，但是骄傲的人安怎无法度听见，嘛无愿意放弃家己来接受上帝对伊所讲的声音。第二就是迄个落伫迄个土塹、迄个石架地的所在。耶稣伫遐来形容迄个土塹、迄个石架地、迄个石头地是迄种真欢喜听见上帝的道理。但是安尼只不过是敢若暂时的3分钟热度，伊的心中无有根。一旦拄着试炼，是拄着这个患难的代志，伊就伫遐来跋倒，就较亲像咱昨伫遐讲的，跋倒了，抵到伊怎啊？伊怎啊？即马咱上流行的叫做直接就是躺平。人伫迄中间。安尼听到原底本地听到上帝的道理，感觉真好。但拄着患难，伊就规个拢总安尼倒翘翘。耶稣伊用着这两种的根基来安尼形容个安尼迄个讲个厝到底你是起伫咧个安尼真稳固的即个石盘顶，是迄个伫咧山顶。迄个听，搁去遵行的人，伊讲讲是迄个安尼起伫咧迄个石盘顶，风吹雨拍水强，弄到迄间厝，迄个厝嘛袂倒。但是咧，迄个另外一款的人安怎讲？因是迄个讲安怎？因起伫咧迄个安尼讲山地，经过风一个吹，雨拍冲。水去呛伊，即个厝就安尼倒坏。等于面临迄个试炼困难即个厝伊就来倒去。但是迄个起伫咧迄个石盘顶的，伊的厝就袂倒坏。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如果咱听上帝的声，只要只是甲为着要安尼讲，咱听了欢喜。
咱听了爽，却无要去遵行。安尼咱听是听见，却无法度真正明白。这就是落伫咧即个土塹石架地的所在。第三是迄个落伫咧迄个气皮的内面。耶稣伫遐形容讲，迄个种子落伫咧即个气皮内面，是人听到迄个道理了，互世上会做遮的忧虑、忧闷、迷惑伫遐来甲伊止住了。世上的遮忧虑、迷惑往往成做咱听见上帝声的一个真要紧的迄个拦阻。就甲亲像咱伫咧读圣经，主耶稣伊另外捌安尼拄着一个少年的即个有钱人，一个财主，伊主动来找耶稣来问讲，伊着怎样做才会通得到永远活？耶稣因为疼即个少年人，就甲即个少年人讲安那，讲你还阁欠一项，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去安尼分互遮个散车人，搁安那来跟对耶稣。少年人就伫遐安尼忧忧愁愁来安尼离开，因为伊的产业真济，迄个金钱会将人安那甲即个将即个少年人怎啊甲伊止住啦？直到伊无愿意遵行顺坦耶稣。对伊的迄款安尼吩咐，迄个听上帝声是需要付出代价，毋是为着娱乐，而是要使我们付代价去遵行，咱就会伫咧对迄个中间来得到主的迄个施恩祝福。如果咱若无愿意伫遐来付安尼，咱讲付代价，咱安尼。耳康我们虽然听见了，但我们却仍然还是不明白，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把我们给挤住了。耶稣他教导门徒，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为了这个世上来忧虑，为世上的这个事情来忧虑。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天父都知道。所以当咱安尼。”为着即个世间的代志，伫遐侪的忧虑的时阵，伫遐来挂心的时阵，就是无信心领受上帝伊的话。就算讲听见上帝的声音，对咱嘛变作无利益。耶稣伫遐提醒讲安那，伊伫遐提醒咱讲一个人袂通伫遐安尼侍奉两个主人，毋是马门就是上帝。伊伫遐。伫咱的圣经内面，真侪时阵拢讲到迄个两路神学，就是2选1，没有第3条路，只有2条，要么就这个，要么就这个。咱只有会通选择一项。如果咱若爱即个世上的代志，就无法度听上帝。伫遐伫咧约翰一书内面讲啦，说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就无法度听上帝。嘛无法度去遵行上帝的话。意思到咱听迄个，咱伫咧听上帝声音进前，咱必须爱伫遐来安尼，咱讲厘清，讲倒一项是较要紧的。到底是上帝是即个世上世间的代志？倒一项是较有价值的？是即个天上的呢？还是在这个地上的呢？是要听咱到底是要听上帝的声，是要听咱家己的声，还是听这个世间的声？要听上帝的声音，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土地。耶稣伫遐形容这个落伫这个好的土地的人，就是迄个听着上帝的话，伊就伫遐来持守、来吞忍，伫遐来结实济的人。这就是认真来伫遐来对待上帝的话语的人，愿意伫遐来谦卑，伊伫遐来付代价，来伫遐来遵行上帝的话。圣经安尼有侪安尼的迄款的记载，其中我用一个例，就是那阿，
那上帝对那讲爱伊去迄个方舟。不管咱对电影来看，咱对圣经，咱所所形容的，咱能想象这一艘方舟不是一艘小小的船，是安尼一台真大台的船，是一个无真容易完成的一件代志的任务。所以迄个那伊伫咧迄个时代。迄个时代的人咱讲真败坏，败坏甲上帝决意讲要来毁灭这个世间的所有正人类，无有人伫迄中间，无有人愿意来帮忙，那伫遐来帮他建方舟。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怎么样？挪亚仍然照着上帝的话去行。咱想象不管是咱伫咧注意着听见的故事，以及圣经内面所讲的，咱会通看见，伫咧当上帝爱那伫遐来做即个大船的时阵，偌济人伫咧边仔伫遐甲踢笑。佮伊起的船是伫咧什么所在？伫咧高山上。你伫咧山顶，你是要起，佮一只遐大只的船是要创啥？伫遐。人就伫遐来甲伊踢笑，伊爱忍受迄款安尼的踢笑。落尾手，伊阁照上帝话，将伊的全家甲着所有地上遮的画面，安尼一对一对安尼甲带入去即个大船的内面。因为那伊伫遐来选择遵行上帝话，伊甲伊的全家甲着即个大船内面所有遮的画面，就来伫遐来得到存活。这就是伊所结出的迄个果子。今仔日咱伫咧面对咱今仔咱即个世代，咱今仔日咱爱知影，今仔日咱的信仰有真侪时阵，甲即个世间的侪观念是多好对反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逆理的宗教，逆世间的这个理。你伫遐面对着你的信仰，甲即个世间有侪的无共款的价值观的时阵，你到底要选择是顺探上帝的话，是要顺探即个世间的即个错误的价值观，迄个会惹上帝生气的迄个价值观。咱若欢喜顺探，咱就真做一个，咱讲叫做像一个受教者一样，上帝就使我们的耳朵能够常听见。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当咱欢喜伫迄中间，安尼来互主使用的时阵，咱欢喜伫遐来听探上帝的话的时阵，咱会有一个无共款的迄个结果。就甲亲像即个以赛亚书50章内面伫遐讲起的，他说什么？他说：“主每天早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咱到底会通安尼？到底咱是要真做一个迄个受教者，欢喜听见上帝的声，是迄个咱犹原伫遐来质疑讲，我干那要听见我家己的声，我要顺探即个世间的声音。上帝有当时会借着侪遮的苦难，互咱会通听见伊的声音。因为伫咧迄个安逸的环境的内面，咱的耳孔时常会互即个世间的侪遮的代志，也是咱家己的迄个理想来压陷，互咱无法度听见到迄个上帝伊要对咱所讲的声音。迄个苦难会通讲真做咱放下咱心中的迄个骄傲，过来互咱会通来伫遐来欢喜来转向上帝，来向上帝来祈求的一个转机。一个契机，借着苦难，互咱会通重新搁一摆来思考咱的人生的迄个价值观，将上帝放伫咧迄个上要紧的迄位。因此，迄个苦难也是上帝用来清理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个听觉的障碍的一个方式。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30章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真路，要行在其间。”所以上帝伊渴望，伊较无咱会通安尼正确正确的听，会通听见伊的声。咱是不是愿意伫咧每一个时刻，咱拢真认真来去对待上帝的话？有当时，咱伫咧咱的生活中，咱安尼有安尼讲，伫咧咱的脑海里面，突然间闪过一句上帝的话，我们是否认真对待？还是讲拄好臭拄坎，拄好一句话入来，咱要安怎来去对待？所以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咱若认真对待上帝，伊嘛认真对待咱。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不管是看好、听也好，因为拢是咱咧接收的资讯，伊有偌尼啊重要。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经言内面，伊嘛伫遐对咱讲安怎讲？我儿，你要留心听，侧耳听我的言语，不可使他们偏离我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里，因为他们就是找到他们就找到生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看见，迄个听是偌尼啊重要。所以迄个伫咧咱要听的时阵，一个真要紧的，咱头拄有讲起的，就是咱的心。因为你听见了，你的心到底怎样，会抵到你的听、你的看，有一个无共款的听，甲无共款的看。所以咱爱保守咱的心，咱的心就甲因为咱的一生的。咱讲我们的一生如何，是由我们的心开始。箴言第4章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进前咱就一般讲起着这个心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咱伫咧不管是咱期待咱个人咱家己的复兴，还是家庭的复兴，以及咱教会复兴，咱必须要对咱的心开始，因为所有的问题关键拢在伫咱的心的问题。因为你的心对，人就对；你的人若对，代志就对。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迄个要安怎来保守咱的心，保守咱的心的迄个关键就盖在伫咧，咱是毋是有正确的听，甲正确的看。所以伫咱今仔经文第4章内面，安尼对咱所讲的话，咱讲爱保守咱的心，咱爱留心听，搁侧耳听，搁不停的去看上帝的话，直到上帝的话怎样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安尼，咱就要得到性命，搁得到医治。我们是不是一起来读这一段？我儿啊，要留心听我的话，侧耳听我的言语，不可使他们偏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找到他们，就找到生命，得到全身的医治。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安尼，咱就要得到性命，搁要得到医治。迄个看甲迄个听，是朋友咱生命内面一个真要紧的起步。如果要改变咱的生命，就爱对安尼咱所听见，咱所看见，咱的所看甲咱的所听，会影响咱的所想。咱每一工所想的，往往伫咧甲咱所看到、甲所听到的代志，拢有关系。对一个人的想法，往往是来伫咧咱对迄个人的迄款的观察，甲迄个咱所听到的，咱若有迄个正确的看，甲正确的听，迄个正确的看，甲正确的听，咱所想的就会正确。咱所看所听，决定咱的性命，搁咱的性命
决定咱所看到甲咱所听到，这是一个会通讲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咱讲回圈，迄个成长的回圈。迄个正确的看甲正确的听就会，就是要互咱搁一届转来到伫咱一开始咱捌讲起着的，咱的性命是应该咱爱建立伫咧安怎？用那正确的看跟正确的讲，要是以耶稣为榜样，圣经为准则，圣灵为引导，让耶稣作王，让耶稣得到一切的荣耀。当咱开始选择迄个正确的看甲迄个听的时阵，就会培养耶稣的性命伫咱的内面。咱若培养耶稣的性命，咱就会若有迄个正确的看见，甲迄个正确的听。就不断，咱会通做出迄个正确的选择，咱就会哪来哪活出迄个耶稣迄款的基督的香味。当咱伫咧安尼不断伫遐咧期待讲，咱会通活出耶稣基督迄个香味的时阵，咱搁要用着咱家己的想法、咱的看法，做咱的才会想要咱家己来做主的时阵，咱要怎样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搁讲倒转来，会通做出正确的选择是上帝的恩典。只有当咱愿意谦卑，咱的属灵的目睭，甲着咱的耳孔，就要来得到拍开，咱就会通有一个正确的看，甲正确的听。伫咧以赛亚书内面，伫遐嘛讲起着，上帝要互遐谦卑的人，伊的心灵来得到苏醒，互迄个痛悔的人的内心来伫遐来得到复苏。所以迄个咱安尼掠条条咱家己的权利，咱做咱看做咱家己看做好的，咱就无法度伫迄中间看见上帝所爱咱看见、所爱咱听见的每一样代志。所以主耶稣伊期待咱学习伊的迄个款式，效法他的榜样，就甲亲像今仔日咱伫咧即个以赛亚书即个57章内面的即个经文，伊伫遐讲安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之上，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的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的人内心复苏。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安尼欢喜来谦卑弃权，上帝欢喜甲着安尼的人来安尼同大。只要咱愿意伫遐来谦卑，安尼咱讲放下咱家己，咱就要搁一摆伫咧咱的心灵内面来得到咱讲复苏。上帝也必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张开，看见上帝要我们所看见的。听见上帝要我们所听见的，所以伫咱头拄所分享的，咱会通搁一摆好来想，咱要怎样备办，咱家己听见上帝的声。耶稣伊用什么比喻来教导咱？上帝话搁遐尼美好，为什么咱听了后会去被记住，无愿意去顺探？咱好来去亲像。第三、第二。咱要怎样来保持好？咱家己是一个好的土地。咱要会通，互咱伫咧听见互咱会通听见上帝的声。咱有时常听上帝的声无？上帝用什么话来清理咱迄个属灵听觉障碍的方式？咱有形容着讲，咱要怎样，互咱落伫咧迄个好的土地？咱要安怎做？来会通来清理咱的这个属灵的听觉障碍。第三，迄个复兴是从心开始，安尼咱要安怎保守咱的心？为什么咱选择正确的看，甲迄个听是遐尔重要？这介在伫咱安怎选择，也会致使到咱有一个无共款的人生。求主帮助咱，互咱所看所听的，会通真正帮助咱咱若会通
伫咧迄个操练的过程内面，来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满满。人嘛要因为咱的性命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满满，可领受上帝的救恩，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管，搁一摆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你的话语是遐尼啊美好。主，你的话语中有对你来的活命，甲你的救恩，愿你的神不断来启发阮、启示阮，互阮会通对你的话语内面，搁真实来得到主你的救恩，甲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施恩赐福，伫阮每一个人，当阮欢喜来顺听你的话的时阵，主你就照着你的信息施恩赐福伫阮每一个人，伊若欢喜顺听的，主你就光照因，引带因，互因看是看会见，听会见主你的声，互阮真正会通行伫咧主你的正路顶面。愿咱的恳求祈祷，靠着这个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93首，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起立，吟转首。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昆州庙岛林内受苦，定时个死，
埋葬轮虎，为地上中国我上天，30全年被上帝调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佮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佮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来吟是奉献诗歌。是时我要的圣灵，让旁白白受恩典。虽然不达的无声，我的甘那万所。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伊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卡的，愿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咱即马同心来感恩奉献，请魏庄训、曾建民执事来施献。请起立来吟奉献诗歌。我的
主啊，感谢你在这个欢乐年节依然带领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也求你来保守我们，越来越懂得靠近你，了解你的话语，求你引导我们，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奉献给你，希望为你所使用，将你的福音传扬出去。感谢你，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请坐。请咱即马同齐来读本周经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5节。咱先用台语来读24节。所以听我这话，搁是行的人，拢亲像聪明的人，共厝起伫石盘顶，雨破大水来，风扫冲着厝。厝嘛袂倒，因为起伫石盘顶。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5节，咱搁用和合本国语来读。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又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5节。这是咱来报告迎新报告大声。敢有新的朋友伫咱当中，甲阮同齐做礼拜。来，有一个以前伊要来过咱教会张凤玲姐妹请你。欢迎他。牧师，素娥姐的女儿有来过吗？女儿哈，回娘家。平美，那个甘宪民的太太哈，跟女儿卢璇因安尼来遮，多谢咱正兄弟伫咧献明兄安尼即届的即个个别礼拜遐尼侪人来参与吼所以来遮代表我代表家属来咱所有正兄弟来说多谢，谢谢。好，咱今晚来看报告事项。刚刚好像忘了介绍那个少伦。少伦咱来先来先少伦。好，咱来看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咱今仔是合堂，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点，后主日台湾总会马家教会有要来咱教会因要建堂嘛，所以要来咱教会募款我们欢迎他。第三点，25号2月25要举行2023年定期合会，迄天嘛是合堂会员名单有伫迄个公布栏，咱若伫24号以前用办公室，若袂当来用办公室来请假。第四点，2月12到15是初3甲初6嘛咱这周间的所有的活动拢暂停一届。第5点，要维持咱礼拜的流畅性请麻烦讲伫绿地也是伫2楼储日学教室，要感恩奉献的时间麻烦恁移步来咱这个礼拜堂奉献，谢谢。肢体消息，第一点，2月20。上午9点半，南蒙欧教会有要开迄个南洋聚会，林牧师要代表本会参加。第二点，2月29，玉山神学院第2023年有一个信徒神系课程，欢迎兄弟来报名参加。第三点，3月初5甲初6
台湾神学院嘛有一个神学生活体验营吼，18岁以上有兴趣的，咱会当来报名。第4点，3月23和平教会有一个读书会，要邀请咱兄弟报名，请详细情形来看迄个公布栏。来倒。刘兄这边，迄个咱迄个2月20，咱要举行会员定期的会员好会。迄个会籍的名单已经公布伫公布栏，已经第2礼拜啊吼。所以请咱兄弟一定要去看，内底若有啥物款的错误，咱会通赶紧来更正吼。那迄个是讲，咱伫咧即个迄天当日若无法度来参加的，请咱一定要办公室来请假。不管你是书面，还是电话，还是用透过简讯，吼来甲适配，吼迄个请假，吼拢请咱安尼会通透过咱的小小的举动，帮助咱的好会会通真顺利来进行。伫咱的中间，头拄伫咧冷气旁边那2位姐妹是？是金鱼。金鱼的。伤久无看到吼。不过嘛真欢迎因哦。咱有2位女将军吼，安尼伫咱的中间真欢喜，安尼真久无看到吼，害我差点都不认识你了，看怎么办？所以要经常回来。好，以上。谢谢牧师。大岛事项，咱再看每周的大岛函注意事项甲顶周组的出席报告，咱请咱家己来看。事项表，服侍当天请备办新。会计报告，请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办公室来更正。不是这样，不需要。OK， 好。咱即马同齐来，祝福公道。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新的一年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天的脚步。你要用圣经的话鼓励我们，忘记2023年的失败，永远不要绝望，要勇敢的再站起来。因为天父在前面等我们，依靠他的人，他绝不丢弃。天父，你也应许在困境中与我们同在，不让我们孤军奋斗。就像乌俄以哈战争，你要亲自来怜悯、救拔、安慰、扶持所有受难受苦的百姓。你要在世界掌权做主，让恶者的搅扰毫无功效，让入侵者灰头土脸、空手而回。恳求天父也保守全球气候造成的天灾人祸，带领教会宣教事工、社区弱势关怀、社教70周年献堂意向，有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保守教会兄姐病得医治。特别我们要为失恋姐妹手术后能够复原有元气，黄威弟兄病得医治，身体得到恢复，长辈们生活平安喜乐。我们特别要为甘宪明弟兄，蒙主恩召，已经在2月8号告别火化，求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感谢天父，我们这样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奉祝福诗歌，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恁。银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恁的疼心亲像约旦河的水流长流无煞；愿恁的信心亲像锡安山的步道步步高升；愿恁的祈祷亲像金香炉的烟献到主的面前；愿恁的读经亲像金灯台的亮光照亮天庭；
愿恁的家庭亲像橄榄地葡萄，幸福甜蜜。愿恁的身躯那黎巴嫩的碧香像臃肿无声。愿主赐恁的恩典，那黑门山的露水年年滴落。安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祈祷，阿门。请坐，灭道避讳。